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翻到嚟呢個美股大盤26年全年走勢預測嘅第二集第一集嘅反應都唔錯喎，我見好多 like 啦，咁就係感謝大家支持啦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得好嘅話，係可以 share 條片俾朋友睇啦。嗱，我建議大家睇咗第一集先，呢一集講嘅內容咧，其實係即係輔助嘅。咁啊，論據係以市場周期為主啊。咁啊，今集嘅內容其實係涉及金融占星同埋時事占星嘅範疇。咁係用嚟做輔助嘅啫，唔可以獨立用噶。咁同埋咧，我明白咧，即係大家未必有玩開占星噶嘛，有啲觀眾可能擔心死啦，我聽唔聽得明啊咁樣。咁大家放心，我係唔會 show 任何嘅星盤出嚟啦，同埋係盡量唔用任何嘅占星術語，咁啊盡量簡單咁講，希望普羅大眾咧都係會聽得明噶。嗱，如果大家對於我今集講嘅內容係好有興趣，想進一步係即係深造嘅話咧，其實你係可以睇魯道夫嘅財經占星全書，咁就係成品同博客來有手啦。嗱，呢本書咧係令到我係即係入咗坑咧，係對玄學有興趣嘅。我就係睇完呢本書之後咧，就決心由星盤 A、B、C 由頭學起，咁就係即係玩現代占星先啦，跟住係玩咗古典占星，今年再玩埋紫微斗數添啊！好啦，咁就入翻正題先。大家如果對上一集嘅內容係有印象嘅話，會記得我係用咗差唔多一半嘅時間啦，就係話有好多極長線同埋長線嘅周期係指晒去2026年啊嘛，啱唔啱啊？咁但係咧，其實我係有一組周期係冇講到嘅，就係18.6年周期，我係特登留翻喺呢一集講。18.6年周期係咩嚟嘅咧？如果大家有玩開周期或者對大盤分析有興趣嘅朋友，可能會見過呢嚿嘢。就係江恩嘅美股百年時間表，相傳係江恩喺1909年咧整出嚟嘅。同埋咧，以下呢一嚿嘢叫做 Banner Cycle 或者係本納周期嘅物體。嗱，呢兩嚿嘢嘅共通點咧就係準起上嚟好準啦，但係登起上嚟咧，亦都可以非常之登。譬如呢度話1929年 Very High Stock Price 咁啊，非常之準啦。但係咧，1942年咧明明係熊市底嚟噶嘛，佢又話係 high stock price 咁啊唔準咯，咁啊登到離晒譜咁啊，有時好準，有時好登咁樣。呢個 Banner Cycle 咧，亦都係咁類似嘅情況啦。而且咧，仲有一年咧指咗去2026年添喎，mouse 指住呢度。咁所以 Fresh 同埋 Twitter 咧就有人掟呢個本納周期出嚟啊。其實呢兩嚿嘢咧，都係玩緊月球嘅北交點嘅18.6年周期。月交點或者月球嘅南北交點啦。其實咧宇宙入面係冇呢兩粒星嘅，佢哋係虛星嚟嘅。其實就係太陽嘅黃道同埋月球圍繞地球運行嘅軌道嘅交匯點，分為北交點啦同埋南交點。而日食同月食都係喺月交點附近發生噶。大家聽唔明嘅話係絕對唔緊要噶。我哋只需要記住咧，月球嘅北交點圍繞12個星座行一圈咧，係需要18.6年就 OK 噶啦。部分嘅星球派同埋周期派咧，係認為美國嘅經濟、樓市同埋係美股大盤咧，係同北交點18.6年周期係息息相關。就係喺咁嘅背景底下咧，先至會出現咗江恩嘅美股百年時間表啦，同埋係 Banner Cycle。去到現代咧，其實都仲有人玩緊呢個18.6年周期喎。譬如果大家去過誠品咧，可能係會睇過呢本書，叫做《全球經濟18年大循環》。跟住佢呢度仲話咧，會唔會下一波崩盤就在2026年咧？我 highlight 咗呢度咁樣。其實咧佢都係玩緊北交點嘅18.6年周期，係星球派武功嚟啊！咁點解嗰啲18.6年周期嘅死忠係會睇淡美股明年嘅走勢呢？簡單嚟講就係話，當北交點行到某幾個星座嘅時候呢，美股大盤出現大頂同埋大底嘅次數係非常之多嘅。譬如話咧，獅子座對應大頂嘅次數係非常之多啦，大家可以撳暫停掣睇一睇啦。而獅子座咧對面嘅星座就係水瓶座，水瓶座同佢隔籬嘅雙魚座咧。出大底嘅次數咧係非常之多噶，包括好多大級別嘅底部，包括話2009年金融海嘯底啦，1932年大蕭條紅底啦，1987年股災右腳等等，全部都係大級別嘅底部嚟噶。而北交點目前正正係位於雙魚座，去到明年嘅8月咧係會進入水瓶座噶。而我哋上一集嘅分析咧係講過話2026年尾咧有機會出低點啊嘛，因為1946年尾係有低點啦。1966年尾係有低點啦，2011年尾係有低點啦，大家記憶猶新嘅2022年尾亦都係有低點啦，再加埋到時北交點啱啱入咗水瓶座冇幾耐咧，而傳統上北交點喺水瓶座咧，亦都係出低點啊，咁你所以可以係斷咧，美股明年年尾咧係應該會有重要嘅低點。
咁但係要喺呢度警告下大家咧，就係北交點周期或者18.6年周期咧，係唔可以獨立用嘅。其實我個人就唔係太中意用呢組嘅周期。點解我唔係咁中意北交點周期咧？就係嗱，北交點喺每個星座停留1年半喎。咁雙魚再加水瓶咧，年半加年半即係3年啦。咁你話未來3年都有機會跌，咁你講晒啦。你不如話未來100年有機會跌，好唔好？嗱，呢組周期如果獨立用嘅話咧，係會瀨嘢嘅。江恩都試過，我哋可以講下呢個1953年低點，我 mouse 指住呢部分啦。當時北交點就喺水瓶座啦。咁如果大家咧即係有睇過江恩時間表咧，你會發現咧，佢係睇1953年，我 mouse 指住呢個位係低點嚟啊嘛，extreme low stock price 啊嘛，係嘛？咁結果行出嚟就係點咧？如果大家係有睇過投資武林啱啱成立嘅時候咧，2021年咧，我係寫過篇舊文咧，就係驗證江恩喺呢個華爾街45年嗰本書入面咧，1950至53年嘅道指預測㗎。咁你發現咧係登到離晒譜㗎。點解江恩喺1951年至53年會睇跌咧？就係因為即係當時北交點係喺雙魚水瓶座，但係實際上咧，熊市底係喺1949年已經係出咗啦。咁跟住結果咧，係道指係一路反反覆覆咁樣升啦。跟住然之後咧，去到53年咧，先至係高低位係跌咗15%。如果你睇標仔回測數據嘅話咧，直頭係浪高於浪咁樣升到53年嘅。道仔就1951至53年就大致橫行。咁江恩點解會登咗咧？就係因為佢係太信呢個18.6年周期啊！佢係好相信即係北交雙魚水瓶座係會有低點啦。咁但係佢結果出到嚟咧，1953年係只不過係一個高低位跌15% 嘅低點啦。而熊市底係喺1949年已經係出咗，證明咗北交點周期係唔可以獨立用啊，要配合其他長線周期嚟分析。有共振位嘅話就會準啲。有啲朋友就會話：喂，咁點解2009年又跌得多啊？咁樣我哋一陣會 show 出嚟，即係2009年金融海嘯大底跌好多㗎喎。因為2009年個底首先除咗係北交點係喺水瓶座之外，仲同我哋頭先 show 過出嚟1949年個熊市底隔60年啊嘛，60年周期有其他周期共振啦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18.6年周期嘅可靠性係會提升。好啦，咁大家最關心啦，2026年尾有冇同其他周期共振啊？我頭先咪講咗咯，1966年尾係低點，1946年尾係低點，2011年尾係低點，2022年尾係低點，係有同其他周期共振嘅。咁所以咧，明年跌嘅機率咧係會提升。咁但係我要強調一樣嘢，未必係跌到2008、2009年咁樣嘅。我暫時都係睇類似2022年或者1966年或者係1946年嗰隻跌法。接住落嚟介紹第二組嘅星球派技巧，咁就係關注土星同埋木星嘅位置。嗱，唔係淨係留意土星同埋木星而家嘅位置喺邊喎。我哋仲要將佢哋而家嘅位置咧，同過去 S&P 出大頂大底時候嘅土星木星位置咧係比較，睇下兩者之間有冇形成特定嘅角度。如果有嘅話咧，市場出現重要轉角或者突破嘅可能咧係會增加㗎。我哋特別留意 S&P 喺千禧年代呢4組重要嘅大頂大底，千禧年大頂啦，02年大底，07年大頂啦，同埋09年大底。關注喺呢4個重要日期嘅時候嘅土星同木星位置，咁我已經係幫大家咧係 mark 低咗啦，仲用占星軟件咧同大家 check 埋噶啦。咁我就發現咗咧，土星喺明年1至3月咧就係即將離開雙魚座進入白羊座嘅時候咧。會同02年見大底嘅時候嘅土星咧，就係形成90度角啦。跟住然之後咧，亦都會同2007年 S&P 見大頂嘅時候嘅土星咧，形成150度角噶。嗱，150度角咧，古典占星係唔用噶。我自己睇本命盤、睇流年嗰啲都係唔用噶。但係我發現喺金融占星或者係睇金融危機嘅時候咧，係有用。咁所以我喺呢度就用埋150度角。簡單講即係明年年初嘅土星咧，會同佢過去見大頂大底嘅時候嘅自己咧，形成咗一啲特定嘅角度關係。唔知咁，明年1月初嘅時候咧，土星係仲喺雙魚座喺雙魚座嘅末端。咁我哋見到咧，過往土星喺雙魚座嘅時候咧，都係出得多大頂大底，都係多轉角位噶。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斷咧，明年年頭嘅時候咧，出潛在高點嘅機率咧係高㗎，配合我哋之前嘅分析，就係上一集講過話，有好多過去歷史級別嘅大頂咧，都係指向2026上半年啊嘛，咁所以明年初咧係睇高點啦。但係大家要留意啦，即係如果我哋話土星而家喺咩星座呢一樣嘢咧，係唔可以獨立用㗎，同北交點周期一樣。點解啊？
又係因為咧土星喺每個星座停留嘅時間太長啦，2年半喎，你講晒啦，即係你話未來3年都可能跌，咁不如又係話未來100年都可能跌，實中啦，大包圍咁樣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淨係土星喺雙魚座咧係唔足以斷市場出現重要轉角嘅，我哋仲要夾埋其他嘅週期嚟睇，譬如話我頭先講過啦，就係話土星同過去嘅自己或者過去嘅木星形成重要嘅角度咧。咁樣成功率估中個頂嘅機會咧係會增加。睇完土星，我哋睇木星。木星咧就係關注出年年尾啦。咁基於我哋頭先嘅分析咧，你都知道年尾係關注低點時間啦。木星喺出年嘅9月咧係會行到去獅子座。我查過啦，獅子座13度。獅子座13度咧，亦即係重返翻2002年 S&P 見大底嘅時候嘅木星係嘅位置，兩者係重疊咗啦。然之後咧，亦都係同千禧年見大頂嘅時候嘅土星形成90度角，同09年見大底嘅時候嘅自己形成180度角，同07年見大頂嘅時候嘅自己咧係形成120度角。哇，咁都好多角度啊！跟住然之後，我哋再睇埋啦，即係木星喺出年9月進入獅子座。獅子座咧，過往出現得多唔多大頂大底咧？係多噶。木星喺獅子座嘅話咧，係對應咗唔少大級別嘅頂底，大蕭條大底，科網大底。跟住，然之後1907年大底等等，咁呢啲全部都係大級別嘅頂底嚟嘅。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斷話，即係出年年尾咧係有低點嘅機會係大噶，配合我哋之前嘅分析。嗱，大家唔好睇少，即係今日介紹呢兩組嘅星球派技巧啊。其實佢哋係揾2022年1月嗰個頂咧，我 back test 過咧。係幾有用啊！2022年1月呢個頂，如果你淨係睇市場週期咧，就淨係對應1961年尾嗰個頂啦，60年週期。跟住然之後係對應2018年初有個4年週期嘅頂部。貿易戰我 mouse 指住左邊呢個頂。咁淨係呢兩組市場週期嘅啫，其實唔係太明顯啊。冇2026年啲週期係咁明顯。咁但係如果玩埋星象嘅話咧，2022年1月係明顯嘅。譬如話2022年頭嘅時候，北交點係喺雙子座啦，對應一個過往經常係出大頂大底嘅時間啦。而土星同埋木星咧，喺2022年頭嘅時候，我 backtest 過咧，亦都同過去嘅土星木星咧係形成好多交叉嘅角度啦。再加埋2022年頭嘅時候，木星本身喺雙魚座咧，亦都係過往容易出現大頂大底嘅位置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係睇星象嘅話咧，你係捉到2022年嗰個頂嘅機會咧，係大好多噶。終於嚟到全集最 juicy 嘅部分，美國戰爭週期啊！話說我其中一位師傅啊，呢個週期派嘅大佬 Larry Williams 咧，佢研究過美國嘅通脹週期咧，就睇出年美國嘅通脹咧係會回升啊！咁我就喺度諗啦，究竟係有乜嘢因素導致美國嘅通脹係有機會反彈咧？會唔會就好似2022年俄烏戰爭咁又打仗咧？嗱，同埋如果係大家有留意一啲中西星球派玄學家嘅分析咧，都會知道咧，多人睇2026至27年呢啲位咧係打仗啊！咁今日就想解一解點解。嗱，大家如果係有讀過世界歷史嘅話咧，會知道咧，美國自立國開始咧係經歷咗以下呢3場係比較大型嘅戰爭，3次都係美國親自參戰噶，包括係美國獨立戰爭或者係第一次美英戰爭啦，南北戰爭或者係叫做美國內戰，美日太平洋戰爭，亦即係二戰嘅亞洲戰場。好吊詭地咧，呢3場仗咧相隔嘅時間咧都係80幾年噶。1775年向後褪86年就係1861年，1861年再向後褪80年咧就係1941年尾，日本仔偷襲珍珠港，導致美國係正式參與二戰噶。嗱，咁究竟呢個80幾年嘅週期不規則嘅週期係咩同咩有關呢？其實係同天王星有關嘅。天王星圍繞太陽行一圈咧，大約係84年。喺每個星座咧停留大約係7年，而喺以下呢3場戰爭進行期間嘅絕大部分時間咧，天王星都係位於雙子座噶。1776年美國立國嘅時候，天王星係大概位於雙子座9度。簡單講，每當天王星咧行一個圈，接近回到翻美國立國時候嘅位置咧，就有機會爆發大型戰事。
嗱，假如我哋對照翻呢三次戰爭嘅歷史咧，你就會發現咧，當天王星入咗雙子座之後咧，位於雙子座頭1/3嘅位置，即係頭2年幾咧，通常就會開戰噶啦。快起上嚟咧，如果係珍珠港嗰次咧，直頭可以係天王星入雙子座，跟住逆行翻金牛座期間咧，已經係偷襲咗珍珠港，開咗戰噶。然後我哋發現咧，2025年7月嘅時候咧，天王星又再進入雙子座咯喎。但係而家係逆行翻去金牛座，喺2026年4月嘅時候會正式進入雙子座噶。咁如果我哋喺2025年之後加翻2年幾，咁你咪會發現2026至27年呢個時間，對照翻過去呢3場戰爭，你就會發現係地緣衝突或者係開戰高危啊。最頂癮嘅就係咧，2026至27年呢個時間咧，同中式玄學嘅所謂赤馬紅羊劫咧，係完全重疊噶。咁鑑於我哋之前嘅周期分析咧，無論係市場周期定係星象周期咧，都發現2026年有機會跌啊嘛。咁如果我哋淨係 focus 2026年乜嘢位有機會觸發呢一組美國戰爭周期嘅話咧，咁我就計到咧，係2026年7月4號下一個美國國慶咧，要高度重視啊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明年美國國慶嘅時候咧，火星同埋天王星咧係完全重疊，位於雙子座3度，或者用占星學嘅術語嚟講，佢哋係叫做合相。而火星喺古典占星嚟講咧，亦都係有戰爭意涵噶。佢同天王星一樣，都係可以代表一啲突發嘅大型衝突、暴力事件。然後我哋就一齊探討下，究竟明年年中呢個地緣衝突高危時間會有啲咩危機咧？嗱，照計 Donald Trump 係一個好恨攞和平獎嘅總統，佢係唔中意打仗噶。泰國柬埔寨呢啲小國衝突咧，即係佢都中意走埋去，同啲領袖喺度握晒手，係做和事佬咁樣。就算而家咧都係作狀打委內瑞拉，都係靠嚇啫嘛，圍而不打。莫非明年年中會有外星人襲擊地球，令到美軍參戰？嗱，呢樣嘢係搞下機嘅啫。咁有啲星球派就會話，會唔會係第二次美國內戰啊？咁樣第二次美國內戰，我覺得爆發嘅機率亦都係極低啊。畢竟而家咧，即係美國兩黨雖然係即係唔啱牙，係撕裂得好緊要啦。但係我哋由最近呢次政府停擺咧，都睇到啊，即係佢哋最後都係協商成功，而美國嘅選舉制度暫時亦都係正常運作緊，咁唔見得會有武裝叛亂。至於你話 Russia 同 Ukraine 咁，其實已經係地區性戰爭打咗幾年啦。升級做核戰爭或者北約直接同俄羅斯有軍事衝突嘅風險咧，亦都係低噶。風險係可控。好啦，咁既然衝突嘅風眼唔似喺美國內部，唔似喺歐洲，會唔會喺亞洲咧？嗱，台海同南海咧，我覺得你話爆發熱戰嘅機率咧，其實亦都係極低噶。我相信中國嘅領導層都係理性嘅，如果佢冇80%嘅把握咧，係唔會夠膽打台灣，因為對手會係美日聯合艦隊。但係大家要留意啊，雖然 DD3 爆發嘅機率極低，台海開戰嘅機率極低，咁但係唔一定要開戰個市先會跌噶。明年台海嘅局勢係有機會升溫，如果局勢升溫，大家都派啲航空母艦走過去，啲飛機飛嚟飛去咧，個市其實都係可以跌噶。2026年咧就係1996年台海危機30週年啦，同埋喺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80週年。咁所以咧呢兩組 cycle 咧係同美國嘅戰爭週期重疊咗噶。所以大家要留意咧，明年亞洲係有機會出現台海局勢升溫嘅情況。咁如果台海局勢升溫而中美關係惡化嘅話咧，我相信咧雖然係唔會打熱戰，但係有機會打翻貿易戰啊！咁嗰啲咩100% 關稅啊、稀土戰啊嗰啲咧，又再翻嚟噶。Donald Trump 係唔中意打仗死人，咁但係中意打貿易戰嘅，大家要留意呢樣嘢。我覺得貿易戰嘅機率咧係最高嘅。至於你話真係打仗真係死人咧，我覺得中東嘅機率咧係高過亞洲，特別係以色列咧。美國似乎係唔係好撳到呢個盟友啊？佢連卡塔爾都咁炸，卡塔爾都係美國盟友嘅嚟嘅。所以我就諗啦，會唔會係下年某個時間點咧，以色列同伊朗又大打出手，係搞到要美國親自落場、親自介入咧？簡單講，我認為明年可能爆發嘅地緣衝突入面咧，中東爆發熱戰嘅機率咧係最高。至於美國同中國咧，
係冇乜可能爆發 double free 啊。咁但係萬一台海局勢升溫或者有其他嘢係唔啱牙嘅話咧，咁中美貿易戰咧有機會係再起噶。好啦，咁喺兩集夾埋講咗40分鐘之後咧，我終於講晒市場周期同埋升漲周期有關睇淡2026年美股大盤走勢嘅理據。下一集我哋會嘗試做路線圖式預測，咁大家放心係會有後備劇本，我係唔會淨係為熊市情景做準備噶。去個旅行翻嚟再見大家，拜拜。